后来，咱的乡亲时代闹拍算要买家电，会当到台北三 C 电脑店，这是今年上大档期，有真侪优待。像这个笔记型的电脑，俗将近1万块；韩国三星65寸的电视，俗10万块；LG 的冰箱俗16000块。再加上货物税减免、甲节能补助费等等，真正会当抢到大便宜。开学啊！这个大学的新生要买笔记型电脑，就看这台北三 C 电脑店。S 主打是编辑笔记型电脑，上俗2万5兆，微软的电脑原价34000几，直接减1万块。苹果笔电这次是消费满万折500，再送专用包包。学生有好康的，要买家电，搁较会好。家庭主妇便当如涂卡，会使自动变扫的机器人，和联主打护理品为7990降到3990块。美国品牌嘛为23999降到1万块有招。LG 的嘛有现场介绍，有关查甫人较关心的大电视。因为韩国钱变薄，韩国的品牌嘛有调整，三星65寸的大电视现属11万，为16万9千块降到5万9千9。若无想要开遐济钱，国产的品牌像城堡65寸的大电视，竟啊只要2万1900块。6折起的一个家电优惠，包括电视、洗衣机、冰箱，还有小家电，另外，像冷气、冰箱，拢有搭配货物税减免、节能补助，上济会使补助5000块。主办单位嘛估计，将会有20万人来抢俗货，要用变俗价来创造商机。